所等的台湾，2019年进入尾声咯，倒一字上会当代表今年咧。年度代表字票选的结果出来咯，由导演李安提出的“乱”这字高票来当选。讲2008年代表字宣布的第一届，嘛是选出这字“乱”。 42个字内面，倒一字是2019台湾的代表字是这字“乱字”。乱字由导演李安甲学者李家同共同推荐，以10323票摕到观众票选的第一名，第二名是凤，第三名是优，拢是无好的字。希望大家在乱的之中，还可以看到就是不同的东西，然后把自己的心态摆正。 回顾这一年，过来是中英华航罢工，牵动空中的交通。10月份，南方蚵仔断桥，搁就美中贸易战、英国脱欧甲香港反送中，大小的事件不断。特别的是，2008年选出来的字嘛是乱。很感慨啊，这12年来，居然这个字又出现了。 除了年度代表字，台湾房屋地库嘛选出回作为房市今年代表字。今年台湾房市出现回稳的转机。英国牛津字典是选出气候紧急作为代表字2019。澳洲议会乌白小特别认为真呼应气候紧急这4字，为国内到国际嘛反映民众对今年贵年的观感。